我哋要啲錢源源不絕。不過你個銀包好有氣勢喎，等我同大家分享點樣利用一個長銀包幫自己做一個招財風水陣。揀銀包要土係顏色，正所謂土生金先可以令到我哋嘅銀包變成分錢工具。另外就係要揀長銀包，始終揾錢都唔想打個折扣，梗係長揾長有。揀一個開合位置，唔好係拉鏈，拉出拉入就俾啲錢入嚟嘅時候棘住，係咪唔好意頭？點解要用一啲啪啪聲開合嘅情況，啲錢翻嚟會響嘅話，代表我哋唔單止人氣急升，仲係揾錢響當當。大家記住，一定要長期 keep 住大沓嘅現金。我哋要啲錢源源不絕，有一啲叫做錢母，呢個我秘密武器會喺下一條影片同大家去介紹。仲有一樣就係五方財神招財就要一年霸咗佢，每年投翻一個，揾翻當季嘅錢。仲有一個九尾狐仙八咒牌，增加人氣旺、錢財旺。有時出去買嘢啲單據，使費嘅嘢唔好長期擺喺銀包度，佢會增加我哋使出去嘅錢。關注我，留言喺下邊，等我話俾大家知更加多嘅生活小玄學。